咁我09年入行嘅，係09年算命佬入行，咁啊數下手指咧就10幾啊16、17年㗎啦。咁啊今次咧就我自己第一次搞講座啦，聽真啲個數字係自己第一次搞講座啊，因為之前啲講座咧就全部都係我哋啲主辦方，咁啊然之後邀請我去真金白銀俾錢我嘅，嚟有教試㗎，12,000第一個鐘，咁啊所以在座咁多位咧，咁啊今日未開波之前就已經封咗個大利是俾大家㗎啦，咁樣。好。2009到2021呢12年時間咧，我除咗就呢12年時間嘅我兼職做緊呢樣嘢嘅，咁我係2021年先喺香港省管廳出嚟全職做嘅啫。咁啊呢12年裏邊咧，就除咗服侍好我哋啲貴客之外咧，咁就仲有就不斷咁去上電視、上電台，就叫擴闊自己嘅知名度啊。因為10年前係絕對唔會有抖音嘅，就絕對唔會話係啲師傅喺嗰個叫做視頻平台嗰度做個視頻做得好。粉絲多咁然之後呃到稱嘅，就冇呢啲咁嘅嘢啊。咁啊，去到21年咧，我先至係全職出嚟做嘢。咁啊，今日咧就主要就點解話喂有啲貴客就21年到而家4年，而家你先至搞嘅咁樣樣。咁啊，主要係幾樣嘢。第一樣嘢覺得丟架，以前你喺嗰啲好威嘅豪宅樓盤嗰度搞講座，100幾廿人睇。一係就金融機構，咁你而家喺度咁踎響自己一個好噏得嘅館口度搞呢啲咁嘅嘢嘅，咁有原因嘅，咁啊主要係丟架啊嘛。咁咧主要就係由於視頻平台嘅興起，算命師傅、風水師傅、神功師傅就越嚟越呃稱，而且呢個行業嘅水是很深很深很深嘅，咁就不斷咁係聽到我哋啲客人，即係例如就。除咗算命風水之外，我仲教神功嘅。咁啊，但凡出咗省嗰啲神功弟子就話：喂，我覺得自己學假教喎。咁一 confirm 真係好唔合膽嘅，因為容易揾錢，導致到水行深。咁我哋唔好講嗰啲啦，就主要就係你去到揾到一個算命師傅或者叫做風水師傅，咁第一時間咧就嚇你先嘅。嗱，審敲打千龍脈，咁啊呢個咧就係喺嗰個叫做應曜篇。列出嚟啲江湖師傅如何啲客人，就呢個6個字，傾完一大排，咁然之後就急打萬千。即係我嘅初衷就唔係話話邊個師傅唔得，因為你話俾人家聽呢個底層邏輯，你一定要用啲三卜命相依究竟係乜嘢嚟嘅，你話俾人家聽先得嘅。最尾一句就話：你與其喺街邊俾人倒不如俾我就係咁嘅意思。